纽约有一个华裔的女子叫做孙文，捌做过纽约州长的副幕僚长，讲涉嫌做中国的代理人，帮中国来做代志，搁捌阻止着台湾驻美国的官员甲纽约州长来见面，即卖已经被逮捕了。 行出法庭，遭互媒体包围。穿黑西装一个长头毛的查某人，是美国纽约州长豪克的前副幕僚长孙文，伊被指控担任中国的代理人，封掠起来。A lot of the allegations in this indictment are, frankly, the defendants are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a speedy trial as soon as they can. We have a lot of confidence in Chris and in Linda. 美国联邦调查局伫9月初3敦实孙文甲因翁伫纽约的合体，了后就甲因逮捕。检方总共提出65页起诉书，指控孙文伫在职的期间涉嫌受人的好处，做对中国有利的行为。Prosecutors, as you said, alleging that Soon used her position in government to influence and to help work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ven at one point helping to direct messaging and blocking Taiwanese officials from having access to the New York State governor. 起诉书指出，因为孙文介入过6摆，予州长豪克无法度甲台湾的驻美代表甲其他的官员见面，伊颠倒阁替中国的官员甲州政府牵线，阁大主大意发放邀请函予中国的代表团。就连前州长高木执政的时期，孙文冇做下手。Chines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facilitate a donation of 1,000 ventilators. 起诉书冇讲到高木伫疫情的期间。 公开感谢中国寄付呼吸器，因过所敢若未记是台湾提供20万的催案，这嘛是因为孙文伫背后变卡手。另外，前总统蔡英文指控19年出访过境纽约的时阵，台湾邀请纽约州的官员参加暗会。 因过孙文若无转达消息，各方协调公然参加中国交涉抗议活动。根据检方的讲法，孙文因翁仔某将因收到的钱摕来买中队合体、豪华伊的公务甲法拉利的豪驾车来洗钱。两个人是当电话冤枉，主张无罪。了分别是以750万美金甲50万美金交保，而且限制干内当地纽约市、中岛、缅因州甲新罕布夏州的活动。 预计9月底会搁再开庭。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